镜头所登来台湾，后来乡亲啊，即摆灶骹上穿的这个鼎位啊，就是拄则看到的这个气炸锅，只要一点点仔油，就会当煎出甲外口同款好食的煎物。讲有袂少的婆婆妈妈一个用落去就爆袂离，甚至逐工拢爱使用。但是用这种的气炸锅，敢真正就较健康咧。来看咱的报道。 敢若听声，就互人强要流嘴烂，煎鸡肉、麦能鸡签，这是真侪人的最爱。食煎鸡肉时，表情真满足，互人看了腹肚强要咬起来。是讲大家拢知影讲，这煎肉袂使食伤济，会去滴流3环。最近几年来，市面上出现一种减油的鸡丝，叫气炸锅，为牛排到鸡蛋糕拢会使做。食材甲放入去，设定好，一丝仔油就会使煎出酥酥脆脆麦能鸡签，或者家庭主妇真爱用。 几乎每天都会用它，因为它真的是很方便。我只要就是下了班之后，我买一些食材回去，放在我的铝密气炸锅，那大概是15-20分钟，我的食物就会出炉了。将超市买来调理过鸡腿排，直接放入内底，设定200度，等15分钟。油滋滋的，哇！但是看起来很可口的感觉。 香港讲的鸡腿排就出炉啊，烘啊皮酥肉软，搁厚接，敢若切开就互人真想要试看卖，也搁方便搁好滋味的背后，敢有稳重问题？蛋白质一到高温的话，它就产生那个异环胺。异环胺在动物实验会增加癌症风险。 简单来讲，是要经过高温煎过了后，有淀粉的物件，像麦能鸡签、麦能鸡片，经过高温会产生丙烯酰胺，肉类高温会产生异环胺，由这类会有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，拢是致癌的物质。而且高温煮愈久，愈高产生这些化合物。所以高温烹调的东西也不是不能吃，可是你不要说每天都吃高温，偶尔吃是没关系。 气炸锅的原理就是用烧空气伫食物的周围循环，并经受热，安尼皮会酥酥，水分锁会调。不过嘛要注意，若是你煎的是青菜，颠倒破坏伊本来营养价值。 尤其怕热营养素，像维生素 B 群叶酸啊、B1 啊、维生素 C， 它其实都会被破坏的。气炸锅会使好这料理的口感，搁较成煎炉的，会使做到减少油脂。不过经食材时嘛要注意，专家建议讲，尽量买新鲜的肉品、青菜是为什么？ 同样在挑选气炸锅的食材，其实您可以选得更健康。像这2盘呢，这一盘就是天然的食材，比较健康；而这一盘呢，因为呢是现成已经油炸过的，所以相较起气炸起来呢，其实并没有这么健康。反复油炸不好，等于是一个回锅油的概念所以它反复油炸本来就不好。可是呢，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，就是说我们这样做要减少频率。 气炸锅虽然讲会使代替传统用油落去煎，不过唔是逐种拢适合。就惊讲有家庭主妇买回来了后，代替所有的料理方式。甚至认讲气炸麦能鸡签鸡肉真健康，事实并唔是安尼。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说，原来食材的烹调方式要多元化，不要常常依赖这种高温的烹调方式。虽然它少了油，的确是比较健康的，可是仍然是一个高温的烹调方式。 医生建议讲，用的时要注意控制温度，以免食物臭焦会致癌。高温料理的食物唔是袂使食，不过1个月莫超过2摆。提醒家庭主妇，比较健康的料理是用水煮、用甜的，还是菜等等料理。加食新鲜的青菜水果，愈天然愈健康，这是追求健康唯一的路。